公子，大王和王后要你开始演练。你们转过来。当儿，这是什么兵法啊？为了公平，当儿他们以木球来定夺开局方。木球由当儿从坡上扔下，滚到哪一方，哪一方就为攻方，而另一方为守方。这种玩法倒是有趣。这木球没有滚下山坡，这算什么？这什么都不算吧？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重来一次吗？你胳膊最长的，给我把球掏出来。是，大王。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过来！当儿身上戾气太重。你们都给我过来！营姐把它挖出来，快点！王后，要不让人再找个木球来，重新开始？小孩子的把戏嘛。你见过一场大战，兵马出阵，又退回来再重新开始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，连个碰球都掏不出来！笨蛋，废物！废物！好，一群废物！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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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夫人，你为何忍俊不止？王后刚才不是说要在这山坡下面挖一个池塘吗？臣妾以为不用费这个事儿了。公子当在那儿多挖些时日，池塘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一群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，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。让一让，当哥哥，当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当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儿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今日之事，王后不必过于烦恼。那个嬴稷才6岁，只能算是他运气好，让他给碰上罢了。先不说那木球，当儿当众随意打人，已让大王很不欢喜。平日咱们公子性子好着呢，那也是一时气急。
早知如此，又是何苦？于甘大夫筹划多日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东西都对吗？这东西是我托行当里的高手弄到的，绝无差错。不信你可以验货。好了好了，快把筐子盖好，真要飞出来，还不知道害死的是谁。把这东西好生放到事前说好的地方，切不可有差池。姑姑放心，退下吧。王后，小心烫。今年的新茶果然清香。奴婢怎么闻不出？这几日你闻的不是鲜果就是鲜花，那些香都浓烈冲鼻。这淡雅的清香，要沐浴清新后才能觉出来的。王后说的是。为了熏制那东西，奴婢已经在新鲜瓜果和花朵堆里守候了3日，弄得奴婢身上也是香气袭人。昨日奴婢到园子里去，引得不少疯子围着奴婢打转。还是当心些好，这2日花园就不要去了。是。啊，对了。姑姑，帮我把那套青色吉服找出来。你要出门？到了该祭祀少司命的日子了，王后约我明日一同去少司命神祠给孩儿们祈福。我倒是忘了，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带着继儿去的，难得今年王后也挂念着。人念旧，物念新，在这秦宫里待得越久，就越容易想起这母国的一草一木。我这就去给你找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继儿穿上这身衣裳，果真是大不同。母后，继儿可否将这件新衣穿回去给娘亲看？当然，这是母后特意让人为继儿明日到少司命神祠去祭祀而缝制的衣裳。谢母后赏赐，继儿会好好爱惜这件新衣。真乖。去吧。儿臣告退。这件衣服真是花了不少心血，光这绣工怎么也得1-2个月吧。哎，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公子的衣裳真好看，香儿做梦都想有一件。公子借姑姑穿几日吧。明日我要和娘亲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，回来后，姐还是不给你穿。继儿，快把新衣裳脱下来，小心弄脏了。娘亲，明日继儿穿着新衣去少司命神祠，少司命见了肯定会很欢喜，对吗？少司命对天下孩儿一视同仁，并不在乎是纯衣百结还是包衣薄带。但继儿穿着新衣去祈福，是继儿对少司命的一片敬意。98、99、100。公子好厉害！
我们宫中内侍中有个号称大力士的，这石锁也不过能举起100下，公子一口气也能举起100下。春夜露水大，容易着凉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是。蛋儿，告诉母后，你多大了？母后，你难道不知孩儿多大了？告诉母后，孩儿来年就13了。蛋儿都快13了，长大成人了。母后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10多年，母后一直把你捧在心口。母后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为了你。母后，这种话蛋儿已经听了无数次了。蛋儿，答应母后一件事。何事？明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门。为什么？日日也在外面，待在店里一日，静心读读书，有何不好？不好就是不好。听母后的话没有错。公子到。知道了。看住了公子，千万别让他出门。是。哼，关门。我不行，还是你们翻吧。你快点，公子都说了有好东西喝。好好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来，你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你来。翻得好。还有谁？翻好了再给你们喝。你来。好，这一轮结束了，你过来喝吧。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，别处喝不到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再赏点吧。不行，下一轮树蜻蜓的时候，你若树得好，就再给你喝。来，树蜻蜓，来，公子荡，你们这是喝了迷魂汤了？回公子，这不是迷魂汤，这是神仙汤。放屁！公子不信可以尝尝，喝了这个，平常不行的都行了。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。今日荡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有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了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你快给我！我说行就行。见过王后8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开了池塘，
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路刨树，挖开了暗渠，走了水。今日又是如此。王后，让奴婢去查查是谁如此混账，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。奴婢定打他50个板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打他们板子也于事无补。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，平日走的人少，但景致还是不错的。婆婆，咱们走这儿吧。王后，继儿，继儿，继儿，你慢点儿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继儿，慢点儿。葵婆婆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等等，葵婆婆。继儿，快点儿，葵婆婆。哎呀，王后，哎呀，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小心崴着脚了，快坐下歇歇，快！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妹妹不必担心我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一会儿继儿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。快过！不能动，千万不能动！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李治，大王，攻击公子荡的疯子应该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疯子，一种是杀人疯。对待普通的疯子，奴婢还有办法，只要锋刺拔掉，用皂角水冲洗，再用筅台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疯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荡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那皂角水和筅台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……世上没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荡，公子荡，奴婢该死。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死。当儿要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救救荡儿啊！救救荡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蜂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蜂的蜂巢，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只受了轻伤。
听说魁姑伤得很重。是。忠心护主，可赞可叹。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公告天下，2日内，凡有方法治愈被杀人蜂伤者之人，赏10000金。公子当偏偏是喝了咱们的米酒，就遇上了杀人蜂。这可怪不得咱们公子，又不是咱们公子给他喝的，是他抢咱们公子的米酒喝的。公子当性命攸关，万一他过不了这一关，那王后她岂能饶得过我们通儿？我们可以向大王辩白，公子当在大王心里的地位，岂是通儿能比的？加上王后挑唆，我们百口莫辩。娘亲，那杀人蜂是被人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你有何证据？是孩儿亲眼所见。那人是谁？是王后身边的一个丫头，叫什么来着？叫珍珠还是叫珊瑚？对，就是叫珊瑚。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内侍。通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件事可万万不能胡说呀！千真万确，珊瑚给了那人一笔钱，那个蜂巢原来只装在竹筐里，被那个内侍放到石头缝里。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杀人蜂。难道说有人买通了王后身边的人，要害死公子当？不大像。娘亲，你别忘了，今日公子当被蛰，该是意外。若不是公子当，那他们要害死谁呢？今日遭难的还有魁姑和后来过来帮忙驱赶杀人蜂的几个小内侍。不是魁姑，更不会是那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内侍，他们不值得那些人下那么大的本钱。通儿，你是不是告诉我，魁姑是为了救公子季才被杀人蜂蛰伤的？是。但魁姑和公子季怎么会突然到那个地方去？听说王后约八子带他们去少司命神庙祈福。是王后的主意，是王后带他们去那儿的。天哪，那王后是要……哎，你们都把嘴给我闭紧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娘亲，你不是要找父王辩白吗？我们有证据。闭嘴！这个证据要是让王后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有杀身之祸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姑姑，姑姑，姬儿，姬儿，姬儿在，姑姑，姬儿在。姬儿没事，她只是手背上被蛰了一下，女医治已经给她上了草药。姑姑你放心。婆婆疼不疼？婆婆不疼，你看婆婆还呢。你别动，姑姑你别动，别动。人老了就是容易这儿疼那儿疼的，没事儿，歇息一下就好了。女医治和太医令都来过了，大王也出了悬赏。太医说你没事的，姑姑不用担心。知道好治不好都一样，别麻烦别人。婆婆，今儿一定要治好你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照顾姑姑。女医治留下的草药，你们每隔1个时辰煎一次，伺候姑姑服用。是。木心，在。你去点上灯，跟我再去园子里看看。是。姑姑，
怎么回事？这里也烧了。听说，怕杀人方再伤人，傍晚时分，大王已经派内侍过来，用烟火销毁了蜂巢。这大多数蜂子已经被烧死了。此刻已经看不出什么了。是谁？谁在那儿？樊长史，八子，这么晚了，樊长史还没有歇息。八子不是也没有歇息吗？今晚这宫里，能睡得着觉的人，只怕不多。可不是吗？幸而上天有眼，公子季没有被杀人蜂伤得太重。可是公子荡伤势危重，魁姑为了救继儿，也是性命攸关。那杀人蜂平日并不主动招惹人，更不在有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筑巢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突然出现在园子里的。我和妹妹想的一样，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。听说那杀人蜂平日里都是在树林里筑巢，在石缝里筑巢，只怕是不多见。是啊，也许是有人故意把他们的家搬到了这里。妹妹，这话是姐姐胡乱说的，妹妹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姐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，那杀人蜂看似天灾，也可能是人祸。妹妹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妹妹和我都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今日杀人蜂伤害魁姑和继儿的时候，公子通也过来帮忙相救，芈月感恩图报。八子和公子季一向对通儿友善，通儿这么做也是出自于天性。同心相亲，肝胆相照。我会记得樊长史和公子通对我们的好。上天垂怜，公子季今日没有遇害，只是八子以后也要留意。樊长史要我留意什么？留意有些人。妹妹，姐姐就先告辞了。樊长史好像话里有话。他定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姑姑，姑姑，月儿在，月儿一定想办法救你。月儿自小没了娘亲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月儿。姑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姑姑，夫人，这是公子季的衣裳，午后有人捡到了，刚刚送过来的。我知道了。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荡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呀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荡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哎呀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
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月儿不好，当然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，是月儿错，是月儿害了你。姑姑。当儿啊！珊瑚，在。扶王后出去。是。王后，王后。我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，让我去死吧，让我去死吧，王后，王后。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那会儿住的大山里边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也仅仅打个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以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1年。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可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那后来呢？这第2个回合和第1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
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们楚国叫金线钟楼，它的根部是药材，我们都叫它早修，药性偏凉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在楚国，有人用它医治跌打摔伤。那或许它也能医治蛇虫咬伤？有可能，但秦宫里并没有这东西。若要奴婢去找，得进山。但公子荡和魁姑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在这几个时辰里了。我去找大王讨要出宫令，姑姑带人连夜飞马出宫。好，哦，这里的远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。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！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！是。当然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当儿不行了。当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荡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荡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荡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荡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荡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李密，大王，你看此举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生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七叶一枝花根部的鲜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一碗，再将鲜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
当儿，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母后都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母后情愿拿自己的性命换你一命。你听到母后说话了吗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让道儿渡过这个难关。只要诸神不嫌弃，小女子米树愿意一血一肉以性命祭祀诸神。求求你们，让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道儿醒过来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道儿，母后在这儿，母后在这儿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斤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婆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肌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筋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姑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，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近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，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动了害你和继儿的心思，便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
请用茶。那杀人蜂之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当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当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通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，路遇杀人蜂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蜂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蜂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引到园子里的。拜见八子。我要见王后。王后正在歇息。我要见她。王后这几日水米未进，心力交瘁，不能见人。见不见由不得你，你只管去通报。八子，奴婢得罪了。您不能进去，走开！您不能进去，不能进，不能！王后。请八子进来。是。八子，请。这是王后做的好事。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你身边人，珍珠、珊瑚，还是谁？是我。果然是你。我的姐姐，继儿的母后。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？是我做的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。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夫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用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。要立他为储君，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大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继儿、公子华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。
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清见过数百年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我不同，继儿和当儿也应当不同。有何不同？不过是宰割他人，或是任他人宰割。就是因为储君之位，断送了你我两人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在这宫中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自嫁到秦国，我视为王后，哪一日不是在与人明争暗斗？哪一日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？大王是我的夫君，一身恭敬，我便见不得天日，弃如敝履。我身边只有一个当儿，我靠不得母国，靠不得夫君，唯一的盼头就是当儿。而你的继儿，却让我连这个念头都荡然无存。宫中生路太窄，万事我都可容你，但容不下你的孩儿挡在我的孩儿前头。眼下是你救了大王，我信你若想去大王那儿出手，我全无怨言。但只要为了大王，我不再续这条心。你我白白结为一场。我曾以为我此生都是欠你的。就算我芈月与任何人相争，都从未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我的继儿对储君之位更是不屑一顾。相争二字本是伤人利器，与外人相争一荣俱荣，与自己人相争一损俱损。后宫艰难，只可相濡以沫，何苦要骨肉相残？八字无需多言，但凡嘴上挂着相濡以沫的，哪一个不是大难当头，自顾自？罢了，你去大王那儿出手我吧，我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但此事不能牵扯到当儿，若因此事牵扯到当儿，大王追究下来，单凭这衣裳不足为证。这衣裳是我赐给继儿的，我是母后，赐给公子衣裳，名正言顺。我芈姝抵死，也不会轻易承认与杀人疯子有关。
月儿硬不起这心肠。我已经没了姐姐，不想再让当儿没了娘亲。你救了公子当，还要救王后，我救不了谁，也不想救谁。我可怜她，不想与她一样。月儿啊，可我担心。姑姑担心什么？你对米叔的恩情，他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他回报，我只盼着他能够幡然悔悟。不对，你可知大恩积大仇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儿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善良而后悔的。月儿。王后，大王若怪罪下来，奴婢全担了就是。奴婢告诉大王，王后对此并不知情。你们都不用担心，过了今夜，若没事，便没事了。王后怎会知道？她若真想动手，不会把这件衣服留在这儿，这是出手我的证据。你们去把这件衣服烧了，一丝灰也不要留。是。公子当的气色比我之前看到的大见好了。天见有脸，大儿总算是死里逃生。好好养伤，痊愈了，王叔教你学习兵法啊。当儿知道了。往后日夜照料公子当，也要多保重才是。多谢处离子牵挂，老臣告退了。继儿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娘亲给我留的功课，她要我看看我们的以往和来日。什么以往和来日？婆婆，你看，这儿是秦国，这儿是楚国。你的意思是，秦国和楚国是咱们的以往？对。那来日呢？来日在这儿。这是哪儿？这儿是巴蜀。巴蜀。月儿，继儿说咱们的来日是巴蜀，这是何意？姑姑，喝药。巴蜀占据天险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西接秦国，水土丰美，盛产粮食和丝帛。我想请大王将来把巴蜀分给继儿，又因继儿年纪尚幼，便可以让我随同一起去巴蜀。
加之巴蜀与楚国水陆相通，若继儿分封在巴蜀，我们就有机会派人去楚国，让荣帝也去巴蜀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月儿，你是想带着继儿离开秦宫？我想了多日，这是我们求得安稳的唯一出路。继儿，你愿意跟着你娘亲出宫吗？我听娘亲的。若有一日让继儿自己选呢？我还是听娘亲的。拜见大王。坐。是。不知大王宣臣进殿，有何事商议？你看看，王后上书于寡人，说是诸公子年岁不一，且生母出身地位荣宠不一，皆是寡人之子嗣，恐有以其年长，以其母族，以其荣宠，而后得封地。年少未见者无人直言，因此想借来年元日大吉，为诸公子分封藩地。这是好事啊！王后此书，乃贤德之举。不管起因是什么，总归是件好事。若是王后能稍补公子当好武厌文之不足，母子相辅相成，大王也可放心了。你是秦国大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这10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，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。臣遵旨。唉，王后如今的心思真是越来越缜密了。此刻不提立储，却上书分封，她就是想让大王把年长的和有军功的公子也都分封出咸阳，这样就没有人跟他的儿子争太子之位了。夫人要快想办法。华儿在秦国的旧族当中甚得人心，旧族们若能同心协力举荐，大王也不得不忌讳几分。那就赶快联络那些旧族们。恐怕已经有些晚了。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。谁说的？王兄来信说，仪儿已启程多日，我估计就快到咸阳了。魏仪，夫人的亲侄女。无论是在魏国，还是在秦国，她都是无出其右的绝世佳人。八子，张相，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？听大王讲，张子要来承明殿，明月特意在此等候张子。还真是特意等候啊！何事相告啊？前几日听大王偶尔讲起，说有一个叫李冰的大夫，经过对蜀地的考察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说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带去兴修水利。不知道张子以为如何？若真能在都江之上兴修水利堰渠，自然会大力提升粮食的产量。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。只是大秦久战贫瘠，中枢财力不足，就眼下而言，暂时行不通。那朝中还有谁赞成这一主张？司马错将军对巴蜀之事一向兴趣浓厚，说若是治理好了巴蜀，大秦就有了信心争霸天下。他自请镇守巴蜀，还要带上李冰等人。那大王有没有说过，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？过上一阵子，等巴蜀的人心稳定了，大王自然会分藩亲属。芈月怎么会对巴蜀之事这么上心呢？啊？继儿
眼看就要9岁了，我不得不为继儿做些打算。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季做了打算。芈月见张子，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。何事？求张子切切不要到朝堂上议论储君之事。若一定要说，那就把继儿剔除在外。公子季是生就的贤王之才，你是他娘亲，竟然视而不见。求张子帮芈月这个大忙。若是别的事，1000件我也应你了。但此事事关大秦的千秋霸业，岂是张仪一个人说了就了了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后，我有话要与王后说。说吧。我的继儿绝不会与公子当争储位。你我已经如此，争不争已不相干了。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，继儿和当儿仍是兄弟。两虎相争，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？我需要王后的帮助，让继儿分封出咸阳。什么？让继儿去巴蜀，我们母子从此远离秦宫。这不会是你的真心话？芈月此刻没有比这话更真心的了。王后若是相信，就只管向大王进言。昨日听说，那个魏夫人的侄女来了，是个绝色美人呢。魏夫人的侄女来的真是时候。这2日，宫里流言虽多，但大部分还是跟分封有关。凡是流言，都有起因。人家都在想法子争一把，你怎么提都不提一下？定数全在大王手中。争又有何用？只是大王见了我，从不提分封之事，这让我有点忐忑。你是说，或许大王不肯把继儿分封到巴蜀去？我是想说，或许大王根本就不想让继儿出宫。好颜色。大王说的是什么？滑入桃李。深秋季节，菊花丛中却开出桃李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也说不定是世外仙书啊。若真是世外仙书，必不带凡俗之气，也不会落到寡人的花园里来。小女子魏仪拜见大王。你不是秦国人？我是魏国人，前2日才到咸阳来看望我的姑母。你姑母？
魏夫人，正是。你在此处做什么？姑母一直有心口疼之症，听说用这种黄花煮汤喝会有所缓解，所以才摘了一些。太医院有的是治好的药材，何须你亲自来采摘？听姑母说，姑母虽贵为夫人，但是人老珠黄不被看重，所以太医院的药材也不好再三取药。人老珠黄？不会吧？人情冷暖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啊。你倒是看得开。后宫就是这样啊，攀高结贵的。不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会是什么缘故呢？也许是因为华哥哥在大王的公子当中十分出众，所以姑母遭人嫉恨。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真话而已。时辰不早了，姑母该惦记了，怡儿告退。上面，再往上点。哎，对，哎，你别捡了，快，你也打。对，就是那。哎，好。小孩，这枣甜吗？问你话呢。啊，甜。那我能尝尝吗？啊。真甜啊！哎，这棵树上的枣啊，是宫里头最甜的了。你喜欢，多吃点。只有我知道，这宫里头啊，哪棵树上的果子最好吃。那你告诉我这些树在哪儿，我也去摘。我是魏夫人的侄女，要在宫中住好一阵子呢。还是我摘了给你送过去吧。那就谢了，小孩。哎，我不是小孩，我叫银通。寡人对魏夫人真的刻薄寡恩吗？这小丫头说话口无遮拦，大王不必往心里去。论华儿在众公子当中出众，这话倒有几分道理。华儿作为长子，甚为寡人喜爱，有军功，有担当。你说，他跟寡人提起魏夫人和华儿，是有心还是无意？能与大王如此巧遇，怕是有备而来。这么说，他是特意在那里等着寡人的。他是想为魏夫人和华儿说情。寡人明白了，原来这滑入桃李的小女子，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。把它搅匀，你这也是从底下翻上来，要均匀。来，给我舀一碗，我尝尝。姐姐，大王，你来了。寡人有口福了，老远就闻着桂花稠酒的香味了。大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呀刚刚酿了几坛子酒，待会儿你带回去。什么时候把你这门手艺传授给宫中的奴婢们，省得我老远的老是往你这里跑。你别糊弄我了，大王到我这宫里来，不是只为了这桂花稠酒吧？什么也瞒不过姐姐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的公子们终于要分封了。关于分封，我已经让处理子去谋划了。公子们都长成了，有些个还军功在身，总不分封出去，也说不过去。不过朝堂内外的诸人都把这分封看成是立储先兆。是不是先兆，还不是全凭大王您的心意。虽说储君该与分封无缘，但是
诸国的公子中，先分封后立储的，并非没有先例，只是多些个周折罢了。姐姐说的是啊。来，大王，你快尝尝我亲自酿的这桂花稠酒。来，好。很香啊。年轻漂亮，这首饰都是多余的。父王说，公母年轻时走上大梁街头，万人瞩目。哪有那么夸张呀？人这一辈子，谁没有过如花似玉的光景呀？只可惜，岁月不饶人呢。哦，对了，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，特地让彩萍多拿了10几匹色泽亮丽的锦缎回来，说是大王赏的。那日仪儿当面向大王诉苦，或许大王心有所感。那些锦缎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。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。若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，让华儿留在咸阳，仪儿该说的，那日都说了。见面3分情，姑母还得想想办法，让你和大王再多几次不期而遇。初离子已将分封的安排递到大王那儿好一阵子了，大王那儿却一直没有音信。会不会是西边那个人在大王处作梗？西边哪个人？婢子胡说，王后恕罪。以后别再说东边西边的了，能够河水不犯井水就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王后。他说自己的孩儿不贪图王位，愿意分封到巴蜀去。此话虚实难辨，暂且当真吧。可魏夫人那儿又来了个美人，被人说的跟天仙一样，真是前有虎后有狼。过几日就立冬了，让当儿把新学的拳法好好练一练。立冬之日，我把大王请来，让当儿打给大王看。是。大王，外面太冷了，烤烤火吧。是。看这天，要下雪了。下雪好。瑞雪兆丰年。有什么话说吧，别欲言又止。臣弟已将诸公子封地的安排交给大王多日，不知是否妥当，还请大王示下。是啊，此事也该要做了，不然谣言会淹死人。寡人看过了，只是奇怪，为何只有名册和分封之疆域，却没有拟定谁分封在哪里？此乃君王之权，臣弟不敢擅专。臣只是依诸公子的人数，列出秦国还未分封的地块，请大王自专。寡人知道你的为难之处，就不勉强你了。这众口难调，就连寡人自己一时也难以决断。只怕这段时日到你府上上门游说的人不少吧？臣不敢。虽然有些争议，但终究是口舌之争，争多争少而已。是太平之争，倒是好事。不错不错，太平之争，确是件好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来这边。这块地处于赵魏之间，面积广大，是块好地，可以给
是。这块地给公子封，这里给公子运。巴蜀乃新征服之地，虽然地域广大，但却是崇山峻岭，险恶难治。楚离子，依你之见，该派何人前去？臣以为派公子季去为好。巴蜀险恶难治，寡人以为你会建议年长公子前去。巴蜀情况复杂，纵然年长的公子也未必能够处置妥当。公子季虽然年幼，但这次领兵进巴蜀的主将司马错、监军张仪皆与其母族交好，副将魏冉更是其舅父。再加上巴蜀连接楚国，其母芈月聪明过人，她熟悉楚国的环境，却又与楚王不和，正可与公子季有所帮助指点。臣以为派公子季去再合适不过了。似乎有些道理。臣弟僭越了。你我兄弟，何必如此？起来吧。今日先到这儿，把刚才提过的这几个名字和分封之疆域，暂时封存在金柜之中，等议完后，一起颁旨。剩下的可以过些时日再议。是。当儿的拳脚功夫的确深厚啊，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当儿勤奋，楚离子他们督促有方，总算是有些长进。父王，当儿过来，喝杯酒。谢父王。看你满头的汗，去换身衣服，省得受风。是。大儿渐渐长大了，也能为大王分忧解愁了。他们长大了，寡人转眼老了。大王春秋盛年，只是不必再那么辛苦，也该让宫里的嫔妃们好好为大王尽尽心意。臣妾听说，前阵子宫里来了个魏国美人。王后的耳目好灵啊！不知那美人是否合大王心意？王后真是用心良苦。大王，王后慢慢喝吧，寡人走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天色已晚。不晚，寡人看看芈月去。恭送大王。
许久不吹，都生疏了。寡人还记得第一次听你吹排箫的情景，那是你头一次真正住在成明殿。那支楚曲余音绕梁，让寡人难以忘怀。只不过是一首民间野曲，可寡人喜欢。今日晚了，大王若是喜欢，鱼儿明日再吹。过来，到寡人这里来。寡人是不是老了？大王正当盛年，可寡人老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，心肠也比过去软了。说起来，宫里的公子公主并不少，看着他们一一长大，论牵挂，当然是嫡子，也许要多花点心思。只有继儿，才能让寡人舒心开怀。宫中公子公主们大都敬畏大王，只有继儿迟钝。并非如此，寡人觉得继儿单纯善良，聪慧正直。也许他就是寡人心里期盼的那个人。你是继儿的娘亲，怎不为继儿做些打算？臣妾是有打算的。那好，说来听听。听说大王近日正谋划分封各公子。不错，丫头想为继儿求封属地，还是想让继儿留在宫中？臣妾若是有所求，大王能答应吗？那就要看你是否和寡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臣妾请求为继儿求封巴蜀之地。什么？你想为继儿求封巴蜀？是，臣妾想为继儿求封巴蜀。为什么？当年攻下巴蜀，继儿有功，大王让我为继儿讨封赏，就当是大王赏赐继儿的。寡人说过，从不赊账。你起来吧。继儿不想留在宫里。是继儿不想，还是你不想？告诉我你的真心话。寡人不准。大王若是不允许，臣妾不能起来。继儿是王儿，寡人对他另有打算。继儿资质平庸，不堪造就，望大王开恩。你该知道这些年，你和继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。但你要明白，我属意继儿，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。芈月，